对啊。嘿，大家晚安啊！我先来跟我这边的聊天室观众打招呼吧。伊藤绿茶晚安。伊藤绿茶突然注意到一件事：邪魅香香眼角的联动。香香眼角是什么意思？眼角香香的吗？好，蜀人晚安。也希望来宾不会挂我电话。那你好啊。Hello。嗨，晚安，晚安。啊，好，因为来宾那边好像还没开始，还在放片头，那我们也回我们的片头，等一下好了。那大家待会见。你好了吗？等一下。Okay, 好，你可以 cue 我。他们有点就是习惯性的不会准时，大家都5到10分钟之后才会出现。OK， 好。就怎么样的主播就怎么样的观众。哦。嗨，香鱼，晚安。晚安啊！晚安，李安安，然后安安，晚上好。所以你的转盘没有破图，那应该是胡这里的问题，说不定是 Discord 的问题，但我自己这边看好像是正常。OK。耶，那我想一下哦，那请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了，让我的观众认识你。是胡其明，平常我都是在玩恐怖游戏，今天受邀来参加这个转盘，我不知道会转到什么可怕的东西，希望不要爆炎。我突然觉得如果爆炎就剪掉。好像也来不及。我突然觉得我惹错人了，因为平常我也是蛮少玩恐怖游戏的，但是我的观众好像很爱看我玩。好，也许我们有机会可以交流一下恐怖游戏的部分。没问题。Hello。那我也介绍一下我自己吧。我是火鸡猎榜罗喝醋兵，平常比较多会做一些跟台语有关的事，但是也蛮喜欢做一些深入探讨一些议题的，所以就有这个深 V 话题转盘。平常没有在玩恐怖游戏，但如果有人送我的话，我就会很不甘愿的，还是会玩，大概是这样。很不甘愿。所以他一直就是欢迎加他的好友，送他恐怖游戏，你只要送他，他就会玩。太棒了！我没有这样说，观众最喜欢这种了。我没有这样说，我已经帮你们 get 到主播在想什么了。完了，爆言就把它剪出来。不是挂电话，我以为是挂电话。我怕等一下挂完电话之后，就会突然收到10个恐怖游戏，那还蛮恐怖的。好，那帮你捞游戏，免钱游戏。好像突然觉得这样好像蛮赚的，我又可以开台，然后不用自己花钱买游戏。我的观众都喜欢这样怪怪的。然后他们那天还说，花钱当盘子好爽哦。然后我就想什么东西？这是一种扭曲的爱。是没错。那所以我知道你有发文，你有说有那个缺角或凹掉的饭友，还可以就是更有人抢着要，是吧？就是我有送会员那个明信片这次印来的有一角凹到了，然后上面有个大刮痕，我就拍给他们看，然后他们就说：“
给我，我要。然后他们就说啊，上面如果有在胡主播的那个指甲印就更棒了，可以多凹几横。可是那边抢，我就你们这群人有什么问题？好好的不要这种破损的，到底出了什么毛病？到底是主播太疯还是观众太疯？到底是谁有问题？那你有让他们竞标吗？没有那是不够疯我是说下次让他们竞标好了。该吧，趁机敛财，大家要当盘子要越当越快乐，太好了。没错。好那我们趁观众不注意来转个转盘好了。尖锐的。还是趁胡主播不注意。真的耶，这题好尖锐哦。你觉得女 V 有没有哪些男 V 没有的优势啊？胡就不想要抽到这一题了。哦，真的吗？真的吗？这一题胡想了非常非常的久。对，这题弄不好真的是会延上。觉得女 V 有哪些男 V 没有的优势吗？老实说，胡目前想到就是同性的观众可能比较少，相较起来比较少。你觉得这是优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女 V 有哪些没有的优势？不是没有的优势吗？就是我们的女性观众比较少。只是你会去看男 V 其实蛮多的男性观众，他们对主播的那种感觉很多不是爱的那种，该怎么说？他们会去看男 V， 不代表说他们会爱上或是有那种情愫在，他们会想要看他玩游戏啊，或是聊天什么。他们对男 V 会有一种就是我跟你是好兄弟的那种认同感。可是女生，是吗？是什么？男 V 没有的优势。但我觉得你讲的也蛮有趣的，就是听起来胡现在讲的是那个男 V 的优势，然后女 V 没有的。我还蛮想多听一点的，所以你可以继续讲嘛。胡直接搞混了，而且脑子不太清楚。你讲到哪里了？就那时候想，难怪胡想那么久。可能我的那个就是群体中就觉得好像女 V 的那种同性观众很少，然后这情况也发生在实况主上面。对，这个问题胡想了很久，但胡还是想不明白。可能是跟那个认同感比较有关吧。因为以游戏或是直播来说，大部分都是玩游戏，然后从以前都是男生比较多，所以大家比较习惯性会去看男生，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不会有那种情愫嘛，就这一点很奇怪。你是说，我目前就是有 get 到的是，你是说，男生看男 V， 通常就是可能是一个朋友的认同感，但是不会有那种恋爱的感情。但是男生看女 V 就有可能是恋爱的感情在看。对。你觉得非恋爱感情是一个优势？对。我觉得有道理，因为有时候有恋爱的感情，然后要做一些很出格的事的时候，就蛮困扰的。没错。OK。然后女 V 有哪些男 V 没有的优势？包容感，那叫什么？包容度可能比较高。因为男 V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总会被贴上什么渣男之类的标签，不知道为什么。台 V 那个男台 V 就是想要找女朋友啊，或是什么之类有的没的奇怪的标签，很奇怪。就他们对男 V 的包容度比较低，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妙。然后对女 V 的包容度就很高，即使是这女 V 已经爆炸了，已经彻底人设毁了，做出很出格的事情，还是有人会护航，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很奇怪。有时候是不懂人类，又矛盾又复杂。哇，
好，我想你一下身为男 V 没有这种感觉吗？你是说不被大家包容吗？包容度比较低，我不知道可而能且比较容易被贴标签。那就是我还不够红，所以还没有遇到会被贴标签的机会。对，虽然我也是一直都认为，就是只要流量稍微够大的时候，就一定会遇到一些可能酸民或是想要批评我的人。对，但我没遇到，我就觉得那就是我不够红。确实，但那个比较像是大家都会遇到的问题。那以纯粹观众来讲的话，真的是有存在这种现象。而且女 V 有一点，该怎么说，有点期望值在蛮低点的那种感觉，就是她只要图够漂亮，声音够好听。好像就比较容易吸引更多的观众进来看，可是男 V 好像比较没有，就是他们的期望点会被拉得比较高。对啊，优势应该就是在于包容度比较高，跟期望值比较低吧。这样他们进来的话，会有个那种反差，这种反差会把他的那个叫什么？因为有句话不是说期望值越高，失落感就越高嘛，那你就会比较没有这种现象。你刚刚讲到包容度，我还有想到一个，就是我有点没有证据，但主要就是我的体感，我觉得好像，或是至少我自己在直播的时候，我比较不敢讲太多腥羶色，或者是没有，或者就是对色情的东西我比较不敢讲。可是我有时候可能刚好我的女性 VTuber 朋友里面有人直播风格是比较大胆的，我就觉得好像有一些事情的确是男 V 可能不太方便讲，或是不太方便主动提起，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没错。对啊，就很容易延上，包容度不一样。对。然后就有时候很怕讲太多，怕被烧。对，对呀。像你观众说，男性异性恋群体跟女性群体当中的追星女群体与腐女比起来，消费力是差不多。消费力是，女生确实是不输男生。然后异性恋还是占大多数，当然还是蛮有感觉，因为胡不会只看礼，胡还是会去看一些实况主。当然，现在目前看起来确实是对女性的同性观众比例一直拉不上来，也是一个问题。所以你其实蛮想要多一点女性观众的吗？对啊，因为话题性来说，就是女生讲的话，男生不一定懂。通常都是同性才懂我们讲的是什么，我们的那个点是什么，我们平常的那种想法。你是说可能一些生活上的女生才会懂的想法？好像因为男女之间的想法本来就有落差。对啊。OK。所以有时候所以你是希望你之后就是开台内容可以多一点这种可能只有女生会懂的内容，但是又没有女生观众，你就没办法这样做是吗？对啊，就比较可惜。原来如此。还是我这边的女性观众借你，我叫他们去看你的台。让他们喜欢还可以。OK， 好，那大家就是我那叫什么？我的标题有标胡启明的频道，自己去看看喜不喜欢，喜欢就多去看。我只能帮到这。观众也欢迎去。耶！鱼尸体晚安。人家会害你好难剪，讲话卡一半的。哭啊！还好啦，我自己也是讲话有时候蛮卡的。因为这题是胡最不想抽到的题目，太难讲了。而且我发现这题真的蛮拗口，这题很难讲。对，好，对，那我们趁胡不注意换下一题。好。你有没有过某个时刻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
有，就是突然对了很多东西没有了情绪。听起来严重哎。这想一下哦，因为这个胡之前有跟自己的观众聊过，就是胡其实对很多东西是抱着没有太大的情绪的，比如说胡不太会因为某些事情生气，或者是难过，或者是任何影响情绪的东西。但为了直播或是什么才会表现出来。所以如果你是年轻一点的，应该可以懂，就是你会对任何东西都非常的在意，然后你就会有情绪上的反应，比如说喜怒哀乐之类的都会比较明显。但有一天就发现说，好像对蛮多事情，蛮多人就觉得说，不要抱太大的期待，就这样吧。反正不管是好还是坏，都是胡可以接受。就是你已经设想过最低的标准线了，那你自然不会觉得说，哦，他真的做到这么低，或者是跌破那条线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情绪反应？不会有，因为你就知道最差的结果了。他如果表现得很好，那也不会有太大的反应。就是你最好跟最坏都已经事先想好了，你就会觉得好像意料之中，就没有什么情绪的反应。其实这不是什么太好的事情。但以现代人来说，这叫不内耗。对，有人觉得这是不内耗，是麻木吧？越长大越不能麻木。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长大了的表现或代表，或者是你讲快乐好了，你小时候不是得到一颗糖果就很快乐吗？得到一句夸奖就很快乐。那你现在得到一个糖果，你会很快乐吗？不会。那你得到夸奖也不会，你可能还会想说，这人是不是在阴阳我？对不对？他是不是其实是在酸我之类的？就是长大会有一个很大的代价是，就是习惯性的把情绪降得很低，然后快乐也快乐不起来。应该不是说快乐不起来，就是我们需要快乐的那个成本变得很高，好有共鸣，就没有那么的纯粹。哇，我觉得有道理耶。虽然那个伊藤绿茶说那个是麻木，但是我的确觉得好像那算是长大的副作用吗？就好像真的是无可避免的会，像胡说的，就是比如说以前吃到一个糖果就觉得很快乐，现在可能要可能就不能是糖果了，可能有些人要寻求酒精或是其他成瘾物质才能得到快乐，但好像也是无可避免。有道理耶，有道理耶。哇，对啊。然后还有一种长大的时刻，就是要开始自己付账单咯，账单不再是爸妈帮你缴咯，你以后钱都要自己付咯，再穷也是自己的事咯，恭喜你来到大人的世界。这个话题全部自己承担。这个话题也太成人了吧，我受不了了。不行，还是要读一下的。这好，不然读对得起观众呢。也是大家可能就是想看这个。哇，猝不及防的被读了一下。我们的观众对胡比干。有人的成瘾物质是胡主播，我觉得有道理。这平常戳他们戳到快有那个钢铁玻璃心了。钢铁玻璃心听起来很矛盾耶。有人说，如果经济独立之后就会比较安心的，那个安心感也是长大的感觉。我觉得好像也是啦，就是，对啊。当然就是变得你要承担的责任变多了。以前是还有爸妈帮你承担，你再怎么样，你后面都还有人。那现在不是，你现在万一破产了，哇，那你就真的没了，真的凉凉了。你就该思考自己的问题，就该找自己的问题了。
而且有些人破产不止害自己，还顺便把家人也拖下去，那不行。没事。不过的确，我觉得有点一体两面，就是虽然有点被迫长大，就是被迫开始要付自己的账单，但是同时能够做到一些大人的事情，就是毕竟已经长大，就是能够做到一些大人要负责做的事，有时候还是会。确实会有一个长大的感觉，然后也算是会有安心感吧。就像我，会开车的时候，就也是感觉到，就自己好像又承担了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对，就是也算是让我有长大的感觉的一个时刻。不对，你应该要承担的是你的乘客的责任。他们的生命都交握在你手里。的确哦，哇，反正就可以威胁他们，最好好讲话哦，你的命就在老子手里哦。你确定要这样讲话吗？对啊，等一下就不是正常天堂路喽，可能就是死亡列车哦。我们就从那个车道就走进河道。好可怕，直接走进河道，对吧？我们的形象，我们今天的形象应该就是恐怖分子2人组，没错。我是阿杰，也是人生初见安安，但是他要睡了，晚安，好吧？希望你可以梦到河道。我是可以这样对待初见观众的吗？我不知道。梦到主播开车载他，然后从道路变河道。对。不过你是来接他的，是不是？上车喽！不要再上车了，好可怕！怎么听到快吐了？每天打开各种社群都是，现在连文字都是。哦，天哪！真的，而且你以为你看3次元的上车看够了之后，你就发现，哇靠，一堆 VTuber 也在上车。对啊，头好痛啊！真的。虽然我也是，然后说虎不太喜欢这种东西，但是现在社群其实蛮有毒的啦。对虎来说，现在社群其实跟毒品没两样。的确。我没事记得把抖音卸载掉，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觉得就是任何短影片，可能对大家的大脑也许都不是很好，所以大家自己酌情使用。但 YouTube 请不要那个，请留着。我还需要大家看我的台，好不好？可是有时候就觉得这种，就是明明知道是有毒，然后其实自己也不喜欢的东西，但还是会觉得打不赢，就还是要加入。就是虽然我也没有很喜欢短影音，但是我还是疯狂在产出短影音。虎会有这种感觉。虎也是，对，虎也是因应时代去做短影音。现在大家的注意力跟集中力大概走在8秒到10秒，然后虎之前也有发现说自己的注意力跟专心程度降得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后来就有点有意识的在戒掉手机。就是平常搭车或走路的时候都一定会滑手机嘛，当然虎后来就会戒掉，有意识的戒掉这件事情，除非虎看到什么，比如说虎有时候就是看到有不同种类的鸟在草地上打架啊，或者看到一只猫啊或者什么，虎才会拿手机把它写下来，不然就是尽量不去看。假日的时候也尽量不去看社群。好猛哦！所以你假日的时候也是就是直接社群媒体是直接断电的？也不到完全断电，就是该回复的东西就会去回复，回复完之后可能就不滑。我觉得这个还蛮，就尽量不去滑。至少我觉得在2025年要做到这样还蛮需要自制力的。虽然对啊，虽然我也是有在这样做啦，就是我一定是不可能把那个社群媒体，我是不可能把它删掉的，因为我的工作就是会需要用到它们。但是我确实在要做其他事的时候，我是不会把它打开的。
降落，感谢子昌老师的降落，谢谢你感谢子昌带大家来看降落。哎Hello， ，Hello，子昌晚安，错过了有毒发言，可恶。哎，有毒吗？有啊，还不够地狱不够毒嘛，都要把观众从陆地带到河里了。我觉得还好啦，他们应该蛮喜欢的。他们那个太热要泡也有一下水也有人说他想要。哦，真的，天哪！哎，猫猫可爱初见安安，欢迎你来。安安喽。哎，哇，我想一下，好像我觉得有时候我不知道，我觉得有时候那个长大。就人不是到一定的年纪就会长大，就是有一些人虽然肉体可能已经30-40岁，但他其实精神可能没有很像一个大人，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那我觉得有时候发现自己可以说不滑社群媒体就不滑社群媒体这件事情，还让我蛮有优越感的，然后我就会觉得自己长大了。这样有毒吗？这样算是一种自制力吧？啊，的确，就是自制力比较强。我也会觉得，就是酒和茶茶晚安，还有子昌晚安，就是我也会觉得，就是好像小朋友，就因为毕竟有时候小朋友他的大脑可能还没有发展到那么成熟的时候，就自制力会比较差，那是合理的。那我会觉得要身为一个大人，要认为有长大的话，好像那个自制力还是要好一点啦。确实。的确。还有一种长大是成熟。对。就是怎么说？就有时候看到很白目的人，反而会很羡慕他。就是他可能还未经历过社会的摧残啊，或者是环境之类的，他还没有饱受那种折磨，所以他还可以这么白目。对，他还没有体验过那个法治的铁拳。没错，所以他才可以这么快乐的当个小白目、小北齐。哦，我懂你说的那个羡慕，因为确实我也有遇过有一些长辈，就是他明明肉体已经很大了，但是他超白目，就像个孩子。然后有时候他做一些很白目的事，还脸上还浮现孩子一般的笑容，我就超羡慕的。对啊，真的。但我们已经没有这种借口说我们还是小孩了，没有。对啊，好可怜哦。没有办法，就很羡慕。而且这种人其实他有点活得很自我，或是都以自己为中心，但也不一定会过得很难过。对啊，有时候就是只活在自己的世界，其实好像看起来蛮快乐的。对啊。哇，有人说可以用自己的钱抖内给喜欢的 VTuber， 就觉得自己长大了。哇，欢迎大家，那确实多表现一下长大的感觉，谢谢。各种主播都喜欢这种长大，你很棒。对，希望有各位成熟的观众，成熟的观众就是每天会送钱，没有啦。每天送钱有点太夸张了，有点。你又不是便当，每天买，照3餐买。我也不反对，照3餐来不错。看来陈主播需要3餐伙食费，大家加油。的确，那一餐大概150，所以你一天要赚够500块。哇，我其实不确定一天有没有赚到500块。肯定，我们这种小 V 是没有的吧？你别说出来。你长大了，感谢你的75块，感谢，你好棒。哇，太好了，马上证明自己长大了。对，大家多证明一下，谢谢。笑死。那我们来看有没有其他？你说。我们继续。但其实这感觉好像不是每个人都有，就是会羡慕这种小白目，因为蛮多人就觉得你这什么想法？你很怪哦，你是不是有病？我觉得诚实说出来也是一种成熟的表现。我觉得羡慕白目。对啊，我觉得如果可以，谁不想当白目啊？就如果我就觉得，如果我的道德标准或是我的知识都可以
就是说丢掉就丢掉的话，那我应该是真的可以成为那种白目。但是问题是我没办法把道德跟一些知识丢掉，就做不到。对啊，如果可以的话，我也不想要三观这么正啊，我都想要三观歪到不行，有人包养，有人每天付钱，我只要躺着，然后就有钱进来，我就还可以哭着说没钱，然后到处去玩，吃好料，出国，好爽哦！做不到但好爽哦。算了，想想就也有好爽一下。想象的时候也有就暂且快乐一下吧。没错，就像有时候就会觉得说，这人这么对你这么烂，或是对你这么差，你怎么有办法就是心甘情愿把你那个为数不多的薪水全部奉献给他，然后养他？我就觉得他有病，我们要照顾他，他很可怜，我是他人生唯一的希望。都好羡慕这种人，我怎么都遇不到。的确会有这种状况对啊，我觉得有时候这种就是没有什么道德，或是对，没有什么道德的人，好像在大难临头之前，在那一刻来临之前，都会一直过得很快乐，我就蛮羡慕的。没错，对，没错，但是可能就是运气只要不要太好的话，还是会有大难临头的一天，所以我还是没有要真的成为那样的人。对，确实自己的良心过不去。对啊，有一些人就不知道我觉得坏事做多了，可能就还是会增加你被制裁的几率啦，所以大家还是谨慎选择。对啊，你当然可以每天乱搞，然后你当然可以每天骗人，但是也许你早晚会有人想要对你报复，还是怎样的。我是这样想。确实，小时候羡慕，现在不羡慕，因为身家一定在谁身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的身家在谁身上？什么意思？他是说，就是早晚会遇到有人可以被他告，然后就获得了很多钱吗？是这个意思吗？我不晓得。有可能。所以你的机器人很应景啊。对啊，讲到很穷就出来就请大家赞助，太好了。好棒有钱在家不用烦恼这一件。好人一生平安，破蛇又可以多活一天。但有一点不一样，投资虽然也是一种被动收入，但是这种被动收入是你主动去换来的。当然，胡讲的是那种，就是某一些主播啦，不要说是 VTuber， 反正是这些主播躺着就有那种干爹啊、干妈，就是拼命的抖钱，躺着就有钱的那种，别人付给你的钱，又是不一样的感觉。的确，哇！感谢猫猫卡爱干妈赞助我150块，让我可以吃一餐，谢谢。虽然150块我应该可以吃2餐或3餐，谢谢。我又可以多活一天。这么省？要啊！这么省的吗？就还是尽量，毕竟很穷，就是能省还是会尽量省一下。伤心的话题不谈了。我觉得主动的被动收入跟真的不劳而获那个爽度还是差蛮多的。真的。但我觉得那个不劳而获有时候还蛮看单纯运气的，所以就只能羡慕，但是就是可遇不可求，所以好像也不能怎么样。对啊，躺着赚钱听起来好像怪怪的。躺着赚钱有很多种方式哦，好像有什么那个什么药物测试，就是你可能真的是可以躺着，但是运气不好的话，我不知道躺着起不起得来，那个大家自己谨慎选择。人体实验啊，那个法医解剖啊之类也都是哦。法医薪水，你是说自己决定要被解？可以这样吗？有这种的？完了。没有啊，如果你身体有什么特殊的器官，多长一颗技能啊什么的，就会
啊，这我有人说那个爽度有差，但是有那个不可视的风险。对对对，我觉得我不知道如果有干爹或干妈会每天抖我6万块的话，我其实也觉得蛮恐怖的。我觉得他有可能会想要尝试找出我住在哪里还是怎样的，所以其实我也不敢。会耶，就是会吧？会，真的会，对，就是觉得说，一方面觉得好开心哦，一方面又觉得，干这人一直抖钱，他该不会要做出什么很可怕的事情？对对对对我出门的时候啊，就私讯你，你刚刚是不是在哪里看到你咯？这是不是你？说不定他就住在你家的衣柜里咯。Oh my god！ Oh my god！ 好，太恐怖了，我们还是赶快换话题，免得有人得到灵感真的这么做，那我们就麻烦了。还好刚只抖150，你要抖6万，我也是 OK 啦。好，如果生命这也太难了吧？如果生命有来世的话，你还想当人吗？虽然我们应该本体都不是人，就是我本来是宝箱怪，但是我选择变成人的帅哥的样子来骗大家。那狐本来是狐，对不对？对啊。对，但现在成为人了，当然不想啊。当人要缴税，要负责任，要提供情绪价值，要会看脸色，还要会阅读空气。下辈子当一只猫有多好？有主人帮忙铲屎、喂饲料，只要躺在家里吹冷气就好了。不考虑哦、当狐狸吗？就是不会变成人的那种。狐狸快要绝迹了。啊，有道理耶，果然还是要当那种会被人类养的宠物，而不是野生动物。这样做人多难啊，人太复杂了。刚才有人说，刚刚是不是在哪里？我们来接你咯。不要。我要把车。你如果有观众要唱，有没有胡欢迎？但胡是不唱的。哦，真的、哦？你最好就是唱，胡就给你录起来。还是我就。在这里长途让你上车，没有啦。是他要帮我们上车。没有啦，我没有准备伴奏。虽然我上次有用台语让一堆我得罪不起的人上车，但是今天没有。得罪不起你还肯让他们上车？没办法，毕竟黑红也是红，那个吸引力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啊，确实，极具诱惑。哇，伊藤绿茶好会讲话哦！当人的痛苦很巨大，但是快乐也很巨大。不当人就没办法遇到主播了，好会讲话。给你100分，100情绪价值满分。我觉得他是真心的啦，对啊，胡也觉得他是真心，只是胡夸人的时候都带有一种浓厚的敷衍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因为你是大人，不会轻易表露情绪。我是不吝啬夸人，但是就是大家听起来就有一种极度的敷衍，不知道为什么。我都是讲实在真心话啊，怎么会让人觉得就是敷衍呢？很奇怪。其实我最近就是举例来说好了，我觉得你很棒啊，身为台 V， 身为男台 V， 这么艰苦的环境下，你都支持下来了，真的很棒哎，很厉害。你有觉得敷衍吗？因为他犹豫了，胡知道了，我现在挂电话了，再见，拜拜。再见，那我们今天的联动就没有了。既然犹豫，怎么会这样？没有，我要消化一下那个夸奖的分量有点重，我有点那个需要平缓一下。没有啦，我觉得因为你有先特别讲过，所以我就可以感觉得出，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是个人特质的关系，就本来就不是每个人表现出夸奖的那个语气都会是一样的那个感觉，所以我其实可以理解。我最近有一个可能跟你有点相似的状况，但我不是被人家觉得很敷衍，是我最近有时候想要问家人一些问题，或是想要简短快速的讲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被觉得很凶。对，我就会觉得没有啊，对，但我觉得就不知道什么？讲重点，谢谢，讲重点。
差不多差不多，对，或是就是问说什么你要不要去买饭啊，然后什么的，我就哦好，然后就会被觉得我在凶，我就觉得不没有啊，对啊，说就是你可以讲重点就好嘛，没有其他事情要做。对可能因为我最近是就是太忙了，所以就会想要争取时间。确实。听起来敷衍，但是觉得像是害羞说不出口，真的吗？没有，应该就是语气的关系，语气没有特别的起伏。因为虎的声线反正就应该偏比较平淡嘛，或者说有时候会觉得很厌世。对，我就尽量会把一些情绪用语速的方式来表现，或者是有点像夹子音的声音，虽然他们不喜欢。你有这个技能哦？有啊，但他们不喜欢。怎么可以不喜欢呢？你的推耶！他们说这谁呀？你被盗哦！快去换胡主播回来，不要在这边撒野。太过分，好吧，这代表他们喜欢平常的你，好像也不错。也是啊，如果他们真的喜欢那种夹子音，就不会在这里了。嗨，空尼，空尼出现了，空尼出现就可以夹一下。嗨，空尼你来了，好久不见，怎么都不开台？你是不是都在偷懒？还是你又去找哪个老婆了？可恶，空尼讲话，空尼，我是不会放过你的。你是谁？已经有人吓到闭嘴。你是谁？你是谁？哇，是真的差蛮多。主播啊，干嘛这样？干嘛这样？你怎么这样？胡决定了，胡就要这样子讲这一整场。这会不会很累啊？Hello， 安晚上好。我很累吗？其实还好，因为我以前是有做过客服，那种营业声线是不一样啊。客服喂，你好，这里是什之类的，很高兴为您服务，请问你今天需要什么帮助呢？然后我就会一边讲话一边翻白眼。他看不到啊，他看不到，就是我就对着旁边的同事，然后开始翻白眼。哇，好。他们有规定一定要夹子音哦？没有就是自然而然的会觉得声音要高一点，听起来比较活泼。他们现在就在说，快点，不然是谁从胡主播的身上下来？管我胡主播！太过分了！他说都不要下来，我的天哪！有人说你也可以夹一下。那你要教我吗？我没有，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做这有点难有人说来跳出去看一下是不是开错频道。太过分了。就是怎么说？就是你要想你的声音会比较高一点。我的声音会比较高一点，像这样吗？就是我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朋友。然后稍微有一点点小鼻音之类，就是你很兴奋的时候，比如说你看到你很喜欢的东西，你会高8度的那种感觉。哇，我的天哪！把声音集中在鼻子。我觉得我越做越不对。把声音集中在鼻子。好喜欢一整场，不要。我想想啊。来吧。哇，这不是我最喜欢的，我要怎么夹？我不会，稍微放在鼻子，然后高一点。我这样有夹吗？这样大家有喜欢吗？我自己是不怎么喜欢。不喜欢呢，你可以走开吗？可以啊，我还是变回平常了，有一点吗？谢谢空你。有一点。好，我要怎么样把声音集中在鼻子，然后再高一点？不是，我这样有取悦到谁吗？再多一点，让观众谋福利耶。这算福利吗？我怎么觉得是处罚？是折磨还是福利呢？对有些人来说，折磨也是一种。他们现在都很喜欢把折磨当福利，也没有办法。真拿你们没办法。另一种声线他们也不喜欢，反正很少换声线，不管怎么换他们都不喜欢。
你还有什么低音炮是不是？对啊，他们说干是谁诈骗集团？哇，好酷哦！是有多诈骗？那个跳出去看频道了，然后之前跟另一个比较常来观众就说是诈骗集团，这个在骗人。他很久没有用，我反而觉得低音比较难哦，对啊，但低音男生比较好做一些，高八度男生比较难。有道理，可能对我来说，他故意放低还比较容易一点。比如说像这个样子，然后讲话就会比较轻声细语一些。哦，好像蛮厉害的。他们就会说这样很像诈骗集团。哪有诈骗集团？骗钱的。诈骗集团不是也是像客服吗？类似这种。对啊，但是目的不一样啊，要的是他们的钱，他们的人。他们的骗光他们的家财，没错。我觉得要骗他们的人听起来有2种，没有，只有一种意思，就是把他们绑的。然后可能可以撕票啊，反正人不重要，钱到手就好了。没错，不是啊，人可以变成钱的。撕票啊，钱到手，人撕票，这不是标准的 SOP 吗？说诈骗集团不是要大陆腔吗？太难了吧！我们本来就不是讲话字正腔圆的人。那我偶尔想要皮一下的时候，我还会故意模仿一下。我好像没有在观众面前表演过，我应该也没有要。那我们就先跳过啊！不行啊，你怎么可以逃呢？好吧，我都开头了，是不是？那在这之前，有人问低音跟夹起来哪个比较辛苦，是问我吗？对我来说，要把声音放低好像没有很困难，所以应该是夹起来对我来说比较辛苦。对啊，男生低音比较轻松，女生就会稍微难一点。我想一下，突然要中国腔，突然不会耶，还有一点台词。你好，老铁，小哥哥，小哥哥可以带我吗？挨着要手把手带你是吧？咱今天晚上来到这个很开心可以和大家在这个直播上面见面，特别的高兴。特别的高兴，对，特别的高兴。我同接掉了啦，我就知道有人不喜欢。我现在就当同接没看到。救命！好，我知道之后那个台词回不知道干嘛就可以来这个。那你完蛋了，他们就会开始叫你夹起来。这还要夹哦？我以为完蛋了是同接变成副食。完蛋了。那也是蛮特别，你可以截起来啊。会红耶。预开才开到有一天同接是副食哎，帮自己掌声一下。耶。好，我们还是回到问题好了。偏题了。所以如果有来世，你是确定不当人哦？而且当人会有思想，好累哦。那倒是。当人会有太多复杂的思想，当动物比较纯粹直接一点。对啊，有时候太有智慧就会自寻烦恼，好像是哦。没错。好吧，但我可能还是会想当人呢，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我先说不是抖 M，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自寻烦恼就还是会带来一些特别的快乐吧，就是有点像刚刚有人说的，就是当人有巨大的痛苦以及巨大的快乐。那因为我是个性格扭曲又极端的人，所以我还蛮喜欢就是拥有巨大的痛苦及巨大的快乐，而且有很多事情只有人类做得到，就是其他生物可能做不到。对，比如说，的确是这样。对啊，比如说开台，对，主人也可以帮他开台啊，饲主也可以啊，是没错啦。不过的确，我觉得会跑来当 VTuber 就是一件很自寻烦恼的事。我不知道胡有没有觉得，但我觉得是就是会流量焦虑啊，然后就会想说节目要怎么做，大家才会真的想看啊，就很自寻烦恼。但是就偶尔啦，很偶尔，虽然可能那个有成就感的时候也不多，但是有的时候就觉得蛮爽的。确实。刚刚说这个社群，
或者是做这种自媒体的，一定会有流量焦虑。毕竟有流量才有更多的机会嘛。对啊，而且如果你是要来赚钱的话，那你一定要有流量。如果你不是来赚钱的话，那你很可能就是想要把你想讲的话讲给很多人听，那你还是会想要有流量，所以你无可避免的就是会流量焦虑。没错，没错，好累啊！偶尔是真的觉得好累，好羡慕家里的猫，好像可以不用考虑钱的问题。他只需要你去考虑就好了。没错，他甚至不用考虑我，他都会在半夜把我吵醒，他也不考虑我需不需要睡觉，太爽了，太爽了。所以胡才说要下辈子当猫。好，我也要认真考虑，下辈子可以当猫了。当猫，你看可以半夜叫主人起床尿尿，又不会被揍，又不会被骂。真的真然后的，主人还要过来安抚猫，你乖一点，我们要睡觉，你乖的话，明天给你罐罐。对呀、多好！明明就是他在皮，为什么还要安抚他啊？这就是可爱，就是一切代表。没错，好，希望我也可以变得非常可爱，大家就会照三餐抖内我6万块。谢谢。好，再来看看还有什么？你有没有跟陌生人搭话过？陌生人，我想想，应该是有吧，不过最近比较少，最近几乎没有搭话哦。我想一下，搭话哦，怎样算搭话呢？问路也算一种搭话。好像要说的话也算呢。其实胡有时候会想说，就是在路上看到一些漂亮的女生，或是那个男生，胡比较不敢，就是漂亮的女生，或是她有一些装饰啊、包包啊，看起来很可爱，胡就有时候会忍不住想要去问她说：“这个是在哪里买的，或是什么之类的。”但胡会就是买饮料的时候看到前面的人就是买什么，我就会问他说：“有什么推荐的吗？”他可能会想说：“你谁呀？”这感觉在台湾比较少因为胡比较喜欢喝手摇饮料，然后就前面有人买的话，胡可能或是排队，胡可能就会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啊之类的？”或是看他手上拿什么，就会问他说：“你们是喝什么？好喝吗？”我很好奇，就是会回应你的比例高吗？会啊，都几乎都会回啊。他们看起来会很尴尬吗？他可能就会先愣一下，然后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台湾人算蛮热情的啦，所以其实还好。有趣耶，有趣。的确，我觉得你说有道理，因为其实确实也真的有一些人就是很热情，比如说。你也没有问他，他就会告诉你附近有什么好吃。就是如果你看起来就是外地人，他可能就会非常主动的跟你说，这个很好吃，那个很好吃。的确会有这种人，虽然通常比较多是长辈，但是，好像是对啊，有时候也会去搭讪路边的猫啦。猫哦，好，猫也可以算。你会跟他聊天。你今天怎么在这边晒太阳？好羡慕你哦。你的罐罐呢？你主人呢？还是你要跟胡回家？有人说提醒拉链没拉算吗？那个虎不敢虎怕就是你知道有些人会更小灯熊皮，然后直接给你一拳，或是好恐怖。那虎真的不敢。他说的拉链是哪一种啊？如果是背包的话，我倒是觉得蛮常见的。背包虎会提醒裤子的虎就，这就是一个很难的那个，就是你提醒他了，然后就很尴尬，很尴尬，很尴尬。他尴尬，你也尴尬，所以我就会选择当没看到。那你就会有一种内疚，就是怎么办？他这样子
本来只有10个人看到，然后走一走变100个人看到他拉链裤子没有拉，然后搞不好穿什么蜡笔小新的内裤啊，或者穿着蕾丝内裤之类的，到底要不要跟他说呢？反正那100个人也都不敢跟他讲啊。确实，但是你要想哦，你有考虑过那100个人的感受吗？你说的有道理耶，太好笑了。听起来就是100个人都在那边内看疚，然后就只有当事者完全没感觉，好爽。说不定他想让别人看。那你也是实现他的愿望哎，不要提醒他。那确实哎，救命啊！好有趣哦。跟家人曾经有经验，在机场直接问买了冰淇淋的空姐说好吃吗？哇，空姐应该都蛮乐意回答的吧？他们应该很习惯的，对啊。哇，你之前有想要搭讪店员是什么意思？就我还喜欢去买甜点或者是手摇，就是有一次我觉得这男生好像蛮可爱的，然后我在想说，要不要跟他要个赖之类，然后想算了，就走掉了。因为那时候胡买点心的时候，胡就会在那边看很久，胡不会马上就买，胡就在那边研究。比如说他有20个品项，胡就在那边看，这个好呢，还是那个好呢？然后通常店员大部分是不会理你嘛，然后他就会走过来说，哪个推荐啊之类，然后就开始聊起来。哇，好像不错哎。然后就不会只有聊商品，然后就会聊起来，聊，然后觉得好像还不错，好像有机会当朋友。但我后来想说算了。好，为什么？因为后来有别的顾客来，然后他就要去买，就算了。好吧。也不强求，就是有时候是缘分。没错，或以前有买那个什么特殊的口罩，然后就也有被问过，什么丁特的口罩。它特殊的部分是，就是如果是丁特的粉丝，应该都会认得那个口罩 ，BYG 的口罩。然后那个时候就去买饮料，然后呢店员就很兴奋说：“是 BYG 的口罩我也有。”然后就一直很想跟胡就是聊天什么，然后虎就一脸对好这个半糖少冰谢谢。结果是你不想跟他聊天。对，他太兴奋了，兴奋到虎有点害怕啊，好像有点想象一个男店员嘛，就是他要服务你，然后帮你点那个点餐的时候，他就突然高八度说这是 BYG 的口罩我也有然后他就我想说你到底想怎样？那是有点好笑，有点恐怖，你吓到胡了，你的热情吓到胡了，不要这样。你在我这边消失嘞。我发现你也消失了我们断线了，他断线了，要调整一下。看来 BTS 也吓到了。哇，看来他觉得高八度很恐怖。哇，我想一下哇，我好像也是有被搭话过但是我是那个店员。你是那个店员？对，我，但是我是被一个贝贝搭话的，他就那次真的蛮怪的，就有一个贝贝就一直很想要跟我拍照。那时候我在做咖啡厅，我在咖啡厅打工，我是那个店员，然后有一个贝贝就很想跟我合照。那你跟他合照了？问题是我不想。然后后来他好像就是拍了那个，就是因为是咖啡店，所以要就是做咖啡给他喝，那他就拍了那个咖啡，然后就在 Google 上留 Google 评论，就说什么咖啡很好，就是什么这个帅哥店员做的咖啡很好喝，然后什么我觉得跟他很投缘，我就想说哪有投缘，我才跟你聊没有超过5句话，你就觉得很投缘，真的假的？他觉得电波有到了，荷尔蒙的味道已经散发出来，他已经闻到了。我觉得好恐怖。然后他很喜欢你呢，干嘛这样？荷尔蒙听起来像什么又要被抓去写 ABO 了，不要啦。
哦哦，哦我不知道他真的这么想。哦哦哦哦，哦哦，他是不是要介绍女儿给我认识？我不知道哎、有可能哦。他女儿可能也不想、那会不啊。会他先帮女儿试完再介绍给女儿？先试试看那个咖啡好不好喝，女儿会不会喜欢？一定是这样吧？对呀，对呀，啊，谢谢。天哪！我想想，我们和陌生人，我觉得看大家对那个陌生人的定义啦，就是你硬要说的话，所有人都是从陌生人开始的。确实，谁先勇敢踏出那一步，就有机会交到朋友。我们两个本来也是陌生人啊。对呀，对呀、但比较不一样，是因为我们是相同的身份，就是同一个业界，会比较好有那种连结吗？就因为一开始就知道是同行，然后就知道就是可能会想要一起合作，就不是真的很单纯的、纯粹的陌生人，像是在路上看到人家问他冰淇淋好不好吃，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程度差异的。没错，有认知跟没有认知。对，就像如果大家就是读国中、读高中，总之就是你就是被迫，你知道你要跟这些人一起在同一个教室相处一阵子的话，就会自然的开始互相讲话，就也不是什么很奇怪的事。没错，对呀、好像就这样啦，好像其实也不用想得太严重。但我觉得很多时候，或是至少我自己，就是在路上被真的萍水相逢的陌生人搭话的时候，都还是会吓到一下。我很常被问路可是他们都不知道湖是路痴。我也觉得好像路痴都特别常被问路就是我，为什么？就很奇怪啊。怎么会这样？就不知道你住这附近吗？这路怎么走？不知道也不是你开个 Google 湖看一下。他自己看不就好了？很多阿公阿嬷是看不懂 Google 的。哦，你是被阿公阿嬷问路哦？对啊。啊，好特别哦。可能年轻人确实不需要问路啦，就是比较习惯用 Google 了，有道理。跟小学生搭讪不是很正常吗？不是很正常。难怪你会在警局。可以把妈去掉，不是很正常。反正你就勇敢踏出的那一步，有什么大不了？大不了进警局而已啊！3年后出来又是一条好汉。3年不是最少而已吗？对啊，但你在里面表现得好，又可以假释听起来你很懂为什么啊？我不知道。哦，好，我真的不知道。好，太恐怖了。不过我有比较特别的跟陌生人搭话的经验，就是哇，突然不敢讲了，好好笑啊！就是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有想要学画画啦，对，但是我现在已经放弃了，我觉得我不是那个料。但是我曾经有在想要练画画的时候，我有在那个那叫什么，就是反正那时候是在学校，但是那个学校就是因为就是大学校园就很大，所以会有很多你根本就不认识的人，就是你可能也不会跟他上到同一堂课，就真的是萍水相逢，基本上就等于是陌生人，但是就会在路上问，就是那叫什么，像学生餐厅那种地方，可能就会有好几张不同的桌子，然后大家会分散，就是在桌子里面可能会待一阵子，也不一定是真的有在吃饭，就可能就在那边发呆或者在做其他事情、工作之类的。然后我那时候就曾经有跑去问人家说：“我可以画你的速写吗？”对，想想觉得好一哦，根本就没有那么一，但是对，这也是一个年轻时候才会有的冲动，现在老了不行。真的，年轻的时候比较敢呢。对啊。对啊。
啊，不过但虎一直就是倡导说，如果可以不要脸厚脸皮一点，拜托可以获得的事情或者是得到的体验是非常的多的。哇，我觉得讲的很好，就是其实也没什么好失去的啦，就是面子。就讲叫他们勇敢一点，他们就觉得哈那我就换一个说法，就是脸皮厚一点，不要脸一点就好了。想想那些凹你的人，想想那些就是 PUA 你的人，不就是因为脸皮够厚够不要脸吗？他们才可以想到这么多爽爽的事情。你说的有道理耶，有时候脸皮真的没那么值钱啦。对啊，对，就尤其如果对方脸皮已经很厚了，那你也可以就是尽情报复哦。遇到厚脸皮的就是要比他脸皮更厚。对，肯定的。不要脸的天不怕地不怕。对啊。哦，有一次在火车上没位置，坐在地上，拿出素描布画画，就有一个穿红衣服的金发帅哥来比赞，好酷哦！哦，国外的人比较会这样，我觉得台湾人比较不会。亚洲人比较不会，比较内敛。对啊，我觉得像是那个像你刚刚说的，就是你可能想要买手摇杯的时候，会看到别人有在喝东西，就跑去问他喝什么，好喝吗？我觉得这感觉好像在欧美的地方，至少我从网络上看到的，就好像是很普遍的事，就是非常普通。但是在台湾就会觉得有点少见，但有时候还蛮向往多跟陌生人聊天的。哇，我们又断线了。为什么啊？是 VTS 有什么问题吗？对啊，怎么会这样？我们奇怪，我们最近又有被割电缆吗？应该没有吧？我看一下。怎么会？还是今天的直播太可怕了，然后我们被制裁了嘛？我们又讲错话。还好吧，这已经我觉得我们今天很收敛了。呢。今天已经算对啊，怎么会这样？天哪！好，欢迎回来，耶！好，那总之就是这样子。听起来你比较常跟陌生人搭话，对呀，就怎么说？因为你体验他们其实也不会有太多。他们也不会有太多的反感啊，除非你真的是去骚扰人家，或者你的言语真的很不当啊，有道理。不然大家其实都不太会太多的那个反感啊，或是破口大骂，不会。哦，对，是不至于。我觉得只要有，这叫什么？只要你是成熟的大人，有正常的判断力，你应该就可以轻易的分出哪些是骚扰，哪些不是，所以其实应该都不会有什么大问题。而且胡也常常就是看到狗狗，就是说，就会走过去说：“胡可以摸吗？”胡不会直接摸人家的狗，因为有的人会不爽。对，要问。我们就会走过去，狗好可爱哦，可以摸一下吗？就像我画人家速写，也是要先问哦，不可以直接画。而且跟偷拍没两样。真的，你只是手动偷拍。对，手动偷拍，没错，完全就是同一回事。真的，大家要自己注意。好，我们来看还有什么。你有没有什么做完之后自己很喜欢，但是流量就比较普通的作品啊？作品哦，我觉得任何形式都可以。作品啊，我想想哦，应该，作品这好难，到直播，然后我觉得直播也算。完了，我们又断。讲到敏感话题了。哇，直播也不能讲，好好笑。现在台湾也要开始文字狱了吗？感觉比较有可能是。越来越可怕。
哇，有6个方向海缆断线吗？天啊！所以我们未来有机会合理罢工了吗？毕竟连不上网路，不开直播也是没连不上办法。网路，直接断联。不要啦，不要啦，这样大家怎么抖绿界？哎，原来目的是这样吗？啊不愧是小心电财型的主播。被发现了。爸爸上车喽！空尼有警车的那个啊，空尼他的那个 ED 是警车，然后他带我们上车，好，所以他每次关台都把他抓走。就把大家上车喽。哇，作品应该就是那个吧，胡发推特，因为胡每天都会发一些文章，大部分是有毒的一些毒鸡汤之类的，或是说一些大实话。有的会觉得说，哦，其实说的胡自己觉得说的蛮有道理，但流量不太好。你说对啊，常常吗？还是偶尔？偶尔吧。然后有一些胡觉得不太可能会有流量的东西，反而有流量，胡也不晓得。真的会。当然，目前看起来就是你只要讲话够白目，就会有流量。你是说毫无内容、毫无营养价值的那种吗？也不是，就是有共鸣型的那种。对。哦，好像有道理。我以为是说另一种，就是有时候我会看到的，就是讲一些很欠骂的话，然后就真的被骂了。可是因为被骂的话，就是对演算法来说，就是很多互动，结果就会流量很高。演算法喜欢有争议性的东西啦，对啊，就是一个方向。偶尔反也很像。对啊，醒醒吧，你没有女朋友。这个他们应该已经习惯偏激言论，对啊，就是有争议性的东西。而且有些人那个文章一发出来，你就很明显感觉到他是故意想要制造那个吵架的。对啊，好羡慕哦。但其实，刚才怎么说呢？其实流量不好，就是你发的文或是任何东西，流量不好不代表它没有效果，它其实有效果，你没有看到，因为也有，之前也有人就是跟虎说，哦，他是透过哪一个直播还是哪一个贴文来的，但那篇贴文还是直播，其实对胡来说，就是以平常的流量是比较差的，所以它不是没有效果。就像电商，其实很多时候你觉得东西流量烂的要死，就意外的它转换率、转单转的蛮多的。的确。对，所以就是你丢出去的东西，它其实都还是有效果在，但只是你有没有看到而已。就算你今天完全没有得到效果，比如说转单、流量、订阅这些都没有，但你也可以知道说，哦，这一篇东西就是大家不喜欢，那你也是得到一个经验啊，你也是获取一个知识，因为你要这样子去做才有办法进步，不然没有办法，就是停留在原地。的确。哇。刚刚胡讲到一个概念，我觉得我蛮有共鸣的，就是那个转换率的这个部分，就是有时候单纯的流量很好，不一定会真的为你带来，可能就他就是有时候流量很好，那些人其实并不会成为你的粉丝，他只是会看到这一篇文，不代表他会继续想要后续关注你，所以的确有时候真的会留下来的，会想要一直关注你的人，就也许是从你流量不一定那么好看的作品开始注意到你的，但是如果你产出的东西是真的有价值的话，它就有可能转换率很高，但是触及可能就没那么高。对，我觉得的确就是有时候不要单纯被数字绑架，因为就数字账面好看不等于很有效果。的确。因为虎的本质也是做社群的，所以那个后台就可以看到比较多的数据流量啊，原来就包括转单啊什么的那些，还有互动啊之类的，
啊，现在其实更讲究的是，到底能不能成功的转换到我们要的利益上面。虽然说你爆红所带来的利益可能机会更高，那这是确实没有错，但就是不一定。很多篇文章或是影片，它其实都有破10万、100万的观看或流量，但有真正带来什么东西吗？不一定，只能说机会比较高啦。真的，哇，这个我自己也是蛮有经验的，就是那个虽然刚刚跟大家说，我觉得单纯的数字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还是要说嘴一下，我也是曾经有发过那个100万次观看的 IG 短片的，但是那个流量对现在的我完全没有任何的用途，对。就它转化率很差，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废的，有点像迷因性质的废片，它并不会为我带来任何长期的粉丝，也没有办法转换成任何形式的购买，所以没有用。除非你未来都是走那种形式，不然不太可能。对啊，但那有时候也是单纯的就是运气好，然后就突然莫名其妙的红了，那个有点难以，我觉得有点难以重现啦，所以就。有时候自己做出来自己喜欢的作品，可能你会很喜欢的话，可能它就其实是有价值的，所以就也不用太因为它的就是单纯纯数字的这个表现成绩不好而太懊恼。现在的经营方式比较像是你要去区分说这个东西会不会爆红有流量，再来是。你想要讲的话，你知道它一定不会有流量，但你还是要发，就变成你要交替去发，让它的那个演算法达到一个平衡，这样比较好，对你的账号或是社群上面会比较好。虽然是这样讲，但其实做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啊，毕竟演算法谁知道他哪时候脑子抽了一下，又全部掉下去了。对啊，也是有可能，也突然又改一下。的确，不过我确实也是，我目前的做法也跟你说的蛮接近的，就是我想讲的话，跟我真的想做的题材，我就觉得流量就不会那么好，所以我也的确有故意在，就是尽量交替的做这样子的内容，我觉得有道理，的确是一个，对，大家可以试试看。因为你这样做之后，新来的人会被你爆红的那一篇吸引，他可能就会点进你的资讯栏，他就会往下滑，滑到你真正想讲的话啊，他可能觉得认同，就会点一下，然后他可能又再往下看，然后就会有机会去看到你真正想说，然后更加了解你。也许看久了，他就会喜欢你，也不一定。那爆红的这东西，其实它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它需要一直重复出现在一个人的版面上。我们需要的其实是这种东西，他才会对你产生兴趣。比如说你那个电商 FB 打开这一个饼干好了，你看过它1次，你可能觉得还好；看过它2、3次或是3、4次，你就觉得干这饼干为什么一直出现在我的页面上？到底是有多厉害？你就会点进去看啊！你点进去看就有机会买嘛，就是大概这种概念。我最近有不小心下载一些非常废的手游，也是因为它出现太多次，我开始觉得好像看起来有点好玩了。对，它就有点洗脑你的印象。对，我觉得这也是虎说社群有毒的原因之一。的确，我觉得有时候这种社群媒体上会有这种日久生情的现象是会有，就是一个主播一直在你面前重复出现，你就会开始对他有熟悉感，你就会愿意看一下他的台。对，真的。然后我刚刚还有想到一点，就是好像真的没有办法，就是就算你做的内容很有价值，但是你只做你想做的题材，然后每次可能观看数都是3。或是每次观看数就只有2位数不到的时候，就他没有办法被推出去。那有一些可能其实会喜欢你的作品的人，他其实是没有机会接触到你的。就像我之前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的 YouTube 直播是全台语的，然后我甚至那个标题跟说明栏都是打台文，就是不是中文。那结果就是观看数就一直没有很好，但是我后来做一些中文内容之后，就也有想要听我讲台语的人是因此才接触到我的，所以大家是真的偶尔还是要
跟一下流行啦，是对你的真的想做的事情还是会有帮助的，至少我是这样觉得。嗯，应该啦对啊，就是这样。对，那我自己的话，做完自己很喜欢，然后流量普通的作品有啊，我的 YouTube 影片里面有一个是非常废的，然后长得非常阳春的一个，有点规则也很松散的一个，算是，反正它是一个蛇踢棋的游戏。就是如果大家有看海绵宝宝的话，就会知道那个海电鳗跟升天电梯，对，反正就是那种类型的游戏，然后是全台语一起玩的。但是我做完之后，我觉得超好笑，就是它那个影片长得超阳春，然后规则也是莫名其妙，就是整个都在胡闹。因为我自己的电波，因为毕竟是我自己做的东西啊，我自己本来就很喜欢看这种很电波的影片，对。但是大家好像不喜欢，所以就流量就不怎么样，对，所以我就没有继续更新这个系列咯。对，好，被掐制了。对呀、而且把那个影片做出来也蛮花时间的，就觉得好吧，就是如果花很多时间，但流量不好的话，就好像不能继续这样做。就是把精力放在更值得对投资的事情或对，东西上。完全就是。好，我们来看还有什么。哇，如果你能够精准的预知你10年后的生活长怎样的话，你会想知道吗？会耶。哦，如果10年后还活着的话，诶、我就想说，如果10年后没有未来了呢？那现在干嘛那么努力的当社畜？好像有道理耶！马上工作辞了，然后就是开游览车，然后载观众，然后一起开进水里。没有啦，哇，你这个太可怕！没有啦，乱讲，等下又要断线了。你看乱讲话，你看看你，没有啦。等下真的断线了，出大事。不过我的话，我好像不会想知道哎。为什么？不知道，可能我目前的状态就有点类似，怎么说呢？就是你刚刚说，如果你知道你10年后已经不在的话，你可能就会停止当社畜。但是我觉得我目前在做的事，好像是不管我10年后在不在，我都会想继续做的事情，所以我好像就可以不用先偷看因为就算有人告诉我那个1个礼拜后会挂掉的话，我可能还是会开台，因为我好像就想做的事情就是开台跟大家啰里吧嗦，对。可是我这样子才有时间跟大家告别啊。你说如果先知道的话吗？对啊，好像也是哦，好像也是。我才可以把一切的事情都先安排好。然后了无负担的去撒野。10年后哪只股票大涨？这我倒蛮想知道的。也不错哦。这个也要知道，这个也要知道。那没错啊，那个乐透几号也要知道一下。10年后嘛，那你要记清楚是哪一期，到时候不要买错咯。大不了每一期都买一样的啊，总有一天买到嘛。10年啊，好像有道理。那你要等10年后才能享受那个中乐透生活还是要当10年社畜才可以享受到？那没办法，因为他10年后才开奖啊。那真的是没办法，好累哦。对啊，这也算是一个定期定额的投资不错啊。好，虽然应该是定期定额的投机，但是对，没错。太讲究了。不过确实有些人会这样有些人会固定的买乐透有啊，很多人都是固定的多少，还会找人包全套的。的确是定期定额的投机。好。养牌对啊，这叫养牌吧？没有，我跟这个不熟。对，信不信随便你。你知道养牌，但我不知道就是会定期的买，可能就是固定的那几只号码，是这样子吗？我其实有点不确定，但是大约像这样。我也不晓得，
我很少买热透，买热透不如买定存。至少你的期望值会比较高。也是。像我好像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好像没有特别喜欢做一些占卜或是听听别人预言我的未来这一类的事情，因为有时候会觉得有点被剧透的感觉，我就觉得算了啦，不要剧透没关系。有时候有点那种未知的感觉，还蛮刺激的。而且就是有些人会不想知道，就是说，假设你看到你10年后，哇，那个余额可能只剩个位数，然后无儿无女无另一半，哇，好凄惨哦。还不如不要知道。反正还不如不要知道。虽然搞不好现在已经是这样了，然后10年后还长一样，那也是好像也没什么失望的。啊，你现在已经这样了，你10年后还是这样，就没有什么可失望的了。你没有变得比较差，你只是一直都很烂。对啊，一直烂啊，烂到10年后还是这么烂。太毒了吧！好毒哦！观众要离开这个直播间了，他要按叉叉了。他觉得被骂到了，被骂到应该更爱看吧？这些朋友们。没错。好。如果你突然隐形一天的话，你会做什么呢？隐形一天哦，我想一想哦，隐形一天可以干嘛？要隐形，其实好像也就偷东西还是会被发现呢。东西会在上面飘来飘去，飘啊飘去啊。对啊。我想想，隐形一天可以干嘛呢？我原本有想到，然后睡醒之后就脑雾了。哇，距离睡醒好像也至少有80分钟以上。真的。有时候偷偷上高铁商务舱到港口享受有哦，这不错哎，偷偷搭上去哎。就是隐形之后搭飞机出国之类的，都不会有人发现哦。可以耶，搭飞机出国不错耶。对呀，是哪一种隐形？要全身光溜溜的吗？应该不用吧。哈，对耶，那这样你到目的地之后，突然那个24小时过了，就蛮尴尬的。但是他们哦，对啊，而且我们没有那个出入境的证明，对，回不来。我是偷渡。这样1天之后就会非常尴尬。哇，如果真的隐形，就回不来。这隐形1天24小时啊，24小时让你隐形可以干嘛？那虎要去男厕里面溜一圈，或是去那种澡堂，男汤有没有？男汤的澡堂里面溜一圈。果然隐形最后都是这种用途吗？平常又看不到。我觉得，与其去男汤，就是因为男汤那种环境，可能就不是每个人的身材都那么好看，所以也许你可以不买票进去猛男秀，或者是你过分一点，你可以去猛男秀的后台，或是你可以去猛男秀的表演者专用洗手间之类的，你可以看到更好看的，就是平均品质更高的。这是你们陈主播的提案哈，不是虎哦，虎还没有想到那么的深入。让我发挥男 V 的优势。看来已经有人想过这个问题了，才可以毫不犹豫的说出来他的计划。这就是男 V 的优势，虎不敢讲，我敢。我没有想过。你没有想过？对，你不要把你的愿望讲出来，好不好？我没有这种愿望我没有这种愿望。健身房淋浴室吗？可是健身房有些人就是还在健身的路上而已。对啊，游泳池的也是。对呀。我说要去猛男秀厕所多贵。我没有，我是提供给大家参考。你明天在推特上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流量吗？太好了。大家都知道你想干嘛了。避难所我来了。
避难所应该是不会。哦，好吧，伤心的。这不是应该喊这种？来自避难所的观众，举起你们的双手，让我看到你们。不是明天会有一堆猛男会在推特上严厉斥责你这样的行为。不要啦，也没有不行啦，可以啦。哎，好呀，看有人想要被严厉斥责。没有啦，但我的观众应该很喜欢看。确实。阿修罗外把晚安。有人唐突问问题了。如果可以选一个超能力的话，我们会想要什么呢？会想要什么？选择很多欸。超能力？我觉得时间暂停不错啊，可以把时间停下来，好好睡个觉。请问你是多久没有睡觉了？也还好啦。但我觉得有了时间暂停的能力之后，第一个拿来想到睡觉还蛮好笑的，而且蛮可怜的。哦，对啊，有人说隐形一天可以去抢银楼，不是那个钞票上面都有流水编码的。我以为你是说虽然隐形，但还是有指纹。而且银楼应该有一些做标记的吧，所以应该还是可以查到。哦，隐形，除了隐形之外，能力不知道是什么呢？没有特别想过我想想。哇，这个人跟我不一样。我平常都会做一些不会实现的白日梦，所以我有想过。但你说，我可能想要知道动物在想什么吧。哦，就是专门对动物的读心术。对啊，这好像有一部电影就是这样。可是它可以跟动物沟通。然后大家去看手影，就可以明确的说他哪里有问题。哦，还可以当宠物沟通师哎。会呀，好棒！流水编码没有用，真的假的没有用。可是宠物沟通能力没错。不知道哎，我觉得去抢银楼的话，就如果是银楼的老板看到有银饰或是金饰在空中飞来飞去，第一个反应可能还是会拿个什么东西敲下去吧。你只有隐形，但是还是敲得到你哦。哦，或是想要一本，那个一本还是一支笔，就是可以实现任何愿望的笔或是本，只要写下来就会实现。哇，好 OP 哦！那你想要什么其他超能力，你就随便写。对啊，直接1换100，好爽啊！好赚哦，获得无限超能力。没错，我们就是要找这种破格的事情。哇，不在主线内。果然有机会任选超能力的话，就还是要选一些可以产生 bug， 然后无限刷的。果然会想要这样。没错，像之前不是说那个神灯有没有？有3个愿望，然后其中一个人说还要10个愿望。对，如果可以的话。复制各种物品的能力啊，酷。有人只唱说干嘛要偷窥？猛男表示干嘛偷窥？直接给你看呢。钱够多就可以了。还可以上手。我没有要啦。知道啦，不知道上手的对象是他对你还是你对他？不知道你。不要啦。谢谢伊里的降落，哇！感谢伊里带观众来听我们聊天。伊里晚安。谢谢伊里降落。复制钞票破坏国外经济，你要复制美金是吧？可以耶。可这样复制的话，那个流水编号不就重复了吗？虽然没有用，但是复制够多张就会看起来很怪吧？对。讨厌哪个国家就复制钞票就能破坏经济，复制一堆人吧。复制一堆人要干嘛？好可怕哦！复制一堆人民币哦。好了不然是打不出来的吗？还是不想打出来，怕会被变不见吧？哇！可是什么都可以复制哦。那如果我物化地球的话，我可以复制一颗地球吗？你要复制一颗地球？虽然不是复制这个要干嘛？
要互相一下，复制一个地球要干嘛？我不知道，也感觉如果复制出来的位置太近的话，会直接就是相撞什么的，撞在一起。完了，算了，不要乱复制。然后我突然想到，我以前小的时候想过，就是会想把全部的垃圾都吃掉。哈，你会吃垃圾哦？啊，不是虎会吃垃圾，是以前就是他不是说就是有一个可以选的超能力嘛？我突然想到，以前就是小时候会觉得，如果虎有一天可以把全部的垃圾都吃掉就好了，就不会有什么污染啊，或是什么之类的，然后也不用倒垃圾了。虽然这很怪，所以比起复制，你比较想要消除垃圾的能力。对啊，就小时候想的那个，不知道为什么脑袋坏了才想这个。哇，听起来小朋友的消除垃圾是比较正常一点啦，但是我怎么感觉现在想到的消除垃圾听起来很像是犯罪手段高超，然后把一些垃圾变不见。核废料怎么样？核废料是垃圾，把它吃掉啊！就获得这能力了，就是把它都吃掉了，不然呢？如果是没有副作用可以随便消除的话，好像不错哎，消除核废料真的还蛮方便的。这一定是脑子撞到才会想这种事情，这么废的技能。听起来真的是很善良哎。以前不知道怎么想，但是到现在一定不会。现在已经不做白日梦了，也不会做这么傻的事情。不过我最常做白日梦想要的能力就是存档读档，那个太 OP 了。有人说他是把垃圾丢到地狱去当垃圾对方，如果他可以直接消失就好了。我觉得如果他被传送到一个我们永远去不了，然后也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其他世界的话，那跟消失是一样的。确实。地狱的话不好说搞不好你嘎了之后进去，哇靠，都是垃圾，就是你曾经丢掉的东西，直接被淹没。对，会回来找你。对呀。福利连里面有一个魔法，可以让衣服一直干干净净，想要这个。垃圾没有不见，只是转移。就是有人想要读档存档的能力。这个能力很好用基本上你可以做一些很疯狂的选择，然后不用承受后果，就像我们玩游戏的时候一样。对啊，超 OP 的呀。对，可以做什么很坏的事，我就不举例了。等下我被 ban 掉。什么事？没有啊，就说出来。没有啊，说出来。没有啊。就没有就是有。就你可以一口气喝个什么20杯摩卡咖啡，然后心脏爆开，然后回去读档，你身体就还是好的，不错吧？不是，你心脏爆开了，你怎么读档？所以它有限制是吗？就是要活着才能读档，那就是要在你死掉前一刻按下去啊！所以你感觉开始要快挂了，赶快按，一定要这样吧？对。有人说还有刷好管度。可以用来刷好感。伊里说，地狱算一个大型的焚化炉，阎罗王要打你的屁股啦！对，他真的会哇！伊藤绿茶说的也差不多啦。撒旦会说：“听好了，我不是你家垃圾桶。”对，我不知道看依据你的世界观，可能是撒旦，可能是阎王，或是其他的神明。总之，他会来打你的屁股。他要把你揍死你！竟然把垃圾丢过来。对，就算他没有办法来人间，他说不定可以赶快叫你回地狱去找你算账。被动读档，主动读档，死掉就回上一档。我喜欢被动的，被动的超强的，就是我挂了也没差。被动确实比较好。对啊，好想要哦。有这个能力要拿来，对啊。把眉毛剃掉，然后发现汗水一直滴到眼睛里面。这题要问蒙娜丽莎吧？
啊，他没有你不眉毛用把眉毛，不用把眉毛剃掉，汗水就会流到眼睛里面啦。哦。那就是我都没在运动，所以汗不够多，不晓得。我发现我也不会，阿修罗赖把不管拿到什么能力，都会拿来做一些很和平的用途。哎，要么就是让衣服干干净净，要么就是测试一下剃掉眉毛会怎样。有点小浪费，大材小用的感觉。对，你都有超能力了，就是要拿来做点坏事吧？做一些平常不敢做的事啊。对，你平常也可以把眉毛剃掉啊，反正会再长出来。那确实，那确实剃掉去雾眉就好啦。现在雾眉技术那么成熟。有道理耶。有的人是真的会去剃掉，然后去雾眉的。这个倒是，我姑且还是知道这件事的。虽然这可能不是普遍知识哦。应该不是，因为有的人的眉毛就是长得比较，他不喜欢。不喜欢到还主要是那种稀稀落落的，你好像也没有办法。哦，我知道有些人就觉得眉毛就是要有不有的，不如把它雾眉。对。对啊。但我是没有这个问题啦。我也没有。毕竟我们都是想长怎样就长怎样。所以大家想象的超能力用途都很 bad 嘛，也不一定要做坏事啊。不会吧？不会吧？他刚刚那个去看猛男没有很 bad 啊，很 bad 的。还好吧。没有伤害，没有很严重的伤害到谁啦，就是猛男秀的那个票钱没有赚到而已。对，那确实有超能力就是想要做一些那个其实犯法但是没有太过分的事情。什么有猛男可以看？有人想看，这个能力给他好了。他就说，如果你突然隐形一天，你会做什么？然后我们陈主播说他要去猛男秀的后台，或是更衣室好好的看一轮。断章取义了，我是说，如果你不知道做什么的话，你可以这样做，没有说我要这样做。啊，不是你的愿望吗？没有啊，我只是说，如果你想不到要干嘛的话，我觉得这个不错。我只是说想要去澡堂跟厕所看一看，没想到对，我想起来了。对，陈主播就直接提议了这么深入的建议哈，就知道他平常在想什么。没有啊，就格局小了。那你的格局比较大嘛，我没有办法。对不起，都是我。被记录下来了。完了，有超能力大概去过个英雄，要啊，就是英雄使用暴力，其实好像也不是什么很合法的事，但是就是想做点很酷很帅的事，合理吧？他听到猛男秀就行了。天哪，睡回去。我们没有要继续聊猛男秀。代替月亮惩罚你。等，这是猛男秀吗？哪个？没有啊，他说那个英雄影啊。哦，我以为有猛男会喊这个，想说太酷了。应该也有吧？应该会有啦，感觉会有。他是穿那种粉红色紧身衣，然后是一个超级大猛男。的确。有人认为随时可以凭空创造厕所能力很强，很适合走几步路就想上厕所的。那我觉得能力可以换成凭空把屎跟尿变不见的能力，也不错哎。这怎么了？也是算一种清洁。对，其实也是把垃圾消除。没错，感觉蛮方便的。看你的观众很喜欢猛男秀哎。我觉得比起喜欢猛男秀，他们其实是想要看我看猛男秀，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开始曲解你了。他说：“想看猛男穿粉红色紧身衣，然后代替月亮惩罚你。”我没有。他们每天都曲解我的话，变异转移，这能力坏透了。
这是什么恶毒的能力？比如说你已经快憋不住了，转给你讨厌的人，看他当场出糗。哇，好可怕，好可怕！听起来超恶的，所以他是把你体内的废物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体里嘛？哇，好把你恶腹中的屎转到别人的屎里面，啊，不超恶把你膀胱的屎转到别人的膀胱里，哎呦！超恶！如果要吃什么很辣的，没关系，送给别人。最好是挑那种上台的时候，哇，好狠啊！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喂！不要啊，还温温热热，听起来更恶心了，可以不要吗？确实就是超恶心温温热热，而且可能还辣辣的。对对对，然后就有人就是上个厕所想说啊，不是，我这几天都没有吃金针菇，怎么会有金针菇？ Oh my god， 好可怕！辣金针菇，救命！有人要断线了，我们又乱讲话，又要断线了吗？你的观众要断线了。他无法承受。好，我们赶快换个话题好了。请问你最近有在看什么书吗？小红书。哦，真的、哦，这算吗？这算吗？那感觉跟脸书是类似的。小书跟脸书。哦、真的、哦，你还会看脸书哦？会啊。哦，就是脸书上还是会有一些那个叫什么，比如说什么 PPT 设计啊，或是 PS 的一些技巧啊。还有人说小黄书。谢谢。哇，那我们凑齐3原色哎，脸书是小蓝书，然后还有小红书，现在有小黄书，天哪！大家普遍都在看，也就这3本啊，小蓝书、小黄书、小红书，是吧？大家都会看的吧？应该不是只有普会看吧？哦，有人说脸书现在很 LKK， 不是我说的，不是我说的。没有，你还是有些东西需要看脸书啊，比如说游戏资讯或是游戏公告，你还是会去看脸书啊。我请问脸书是什么？你给胡出去！现在出去！立刻马上！我虽然很少看脸书，但我认同，就是有些人说脸书已经很 LKK 了，但其实我觉得比较像是从一个几乎每个人都在用的平台，变成你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才会用到它的平台，比较像这样啦。对啊，繁中确实很多游戏资讯都在脸书上，没错。对啊，或是有些我不知道有一些宅物或是 ACG 圈子好像还是比较常在用 Facebook 的样子。好像是。对啊。那好，所以就是所以是小红书跟小蓝书啊，小黄书是你的观众，不是你这样子。搞不好有呢。这能讲吗？BL 很多都。那真能讲，大家应该至少我的观众应该很有兴趣。啊，说 BL 嘛，那你有推荐的作品吗？咖啡店的小鲜肉跟警察大叔啊，自己去查，我就不说是哪一本了。我写下来好了，虽然我不知道我写下来要干嘛，我又不看。你写下来要干嘛？等一下你。我又不看，我的观众会找出那本书，然后叫我看，我觉得会变成这样。可以啦，去找吧。我都看什么书？我最近看一下，我打开我的电子书的 APP。我最近咖啡店怎么了？我爱喝咖啡怎么了？对啊，咖啡店怎么了？好，我觉得有些人好像新闻或社会议题还有那什么啊，我的朋友最喜欢在一些政治人物的脸书下面留言的。他是留开玩笑的还是？就会去问说，这个你们要不要一起打牌啊？有朋友要跟你一起玩桌游崔卡要不要来？好怪哦。对，无聊吗？
好像对，有时候在别的平台也会有乱标记的，也蛮好笑的。对啊，谁敢骂大哥？你现在都用串，哦，为你着迷，蛮有趣的。虽然不知道算不算 BL，这个我没有看看过哎。这个我不知道。我其实看的不多啦，就偶尔想到看一下，比如说在平台上看到，哎、好像有几页的剧情还不错，就去翻一下。哦，嗯哼哼，我最近真的是包含娱乐性的书，好像也比较少看。然后我其实最近是有打算要看，就是这算什么类型啊？就是探讨议题的书嘛。因为我这个月的月底跟下个月想要做一些跟，应该简单来说就是跟女权比较有关系的议题杂谈。所以我现在我平常其实没有读很多，对。对，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几次提过这些话题之后，好像观众就蛮喜欢跟我聊这个的，所以我就决定多开一点。但是我本身原本的祝福你的频道安稳。应该还好吧？我会被酸民痛扁是吗？不知道，我觉得有可能。看 YT 怎么想啊、也是有可能，有时候都不知道 YT 在想什么。对呀、对呀、总之就是为了补充一些知识，我有打算要多看点相关的书，但我最近都没在读。啊哦，糟糕了。对，糟糕了。但至少我没有看小黄书。开台，没有啦，没有时间看那个啦。啊，还是你看的不是书是影？没有啦，我剪自己的片都剪不完的。对，做太多的节目就是这样。对呀。那我们来看会不会是最后一题？我们来看看，你觉得梦想跟妄想的差别是什么？梦想跟妄想，以观众来说的话，一个是想当主播的老公，一个是想找到老婆。哪个是妄想？哪个是妄想呢？哪个是梦想呢？一个是不切实际，一个是有可能实现的。我觉得有道理。还是对他们来说，其实两个都一样。你说两个都难以实现吗？没错。不是我说的。有人说有人说差别在有没有实现的把握跟规划，我觉得有道理。就是梦想听起来是可实现的，所以你可以因此做一些计划。那妄想的话，就不要乱做计划了。没有啦。对啊。互相，你可能可以找到一个女朋友，但你可能不能把主播当成你的女朋友。你还说你不能找主播当你的女朋友。哇，我觉得妄想真的就是想想就好，就是其实没有不行，就是做白日梦。如果你没有伤害到谁的话，就好像想想不犯法。对。那就如果你有一些可能会犯法的事情，就请都把它停留在妄想，拜托。但我说的想想，就我说的不伤害到人就没关系的意思，就是包含如果主播不喜欢的话，你就不要一直讲，就是会讹到人也是一种伤害人哦，所以可以想想就好，不要讲出来。可以赚到100万，可以同时是梦想跟妄想。我觉得赚到100万不是不可能，只是很辛苦啦。而且如果没有规划的话，它就很可能永远不会实现，那这个梦想就会成为妄想。确实。
哇，所以是不是可以说，如果你都不做任何积极的规划或是积极的行动的话，所有的梦想都会变成妄想？没错。好像是哦，好像是。啊，对，只是说的话，就是等于是妄想了，的确。像是有一些很可怜的社畜，他们就会变成说，想休假是梦想，然后妄想的是有加班费。哦，好惨哦！好惨哦！那么可怜。你在偷骂观众吗？什么偷骂？说什么呢？什么话呢？胡都正大光明的骂。好好哦，虽然我也都会。有些梦想取决于你帅不帅，阿姨不想努力之类的吗？Eternal Spectre， 晚安，我们是初见吗？你好，欢迎你来。有些梦想取决于你帅不帅，的确啦，就可能帅不帅也是，或是取决于你美不美，取决于你是不是美少女，就都有可能。有一些事情要实现，就是会取决于先天条件的，好像的确有一些事情是这样子。确实。对呀。那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假设，如果你在外面被观众认出来，你会怎么做？啊？怎么可能？我一定不会让他们，就我一定打死不承认。你会打死不承认？或是我会打死观众，然后就没有目击者。哦，原来。对，我又乱讲话。原来会把观众打死。没有啦，我会把他送去更好的地方啦，把他送到我的地下室，包吃包住，他就不会出去乱讲话了，不错吧？我要离开了。吃什么住什么就不知道咯。那是大房间还是小笼子呢？不知道哦。东西是臭的还是香的呢？不知道哦。对，灭口的打死不承认，死人才不会说话。没错。可怕。躺在沙发上自动变成迈克杰克逊那样好看，就是妄想。对，的确，我的梦想就是那个睡一觉起来，我的户头里就多出2亿，那是妄想，哇，就是妄想。对，好想要这种妄想。想想就好，想想就好。没错。如果是被认出来，我不知道虎会怎么办。我想想，你还没遇过这种情形吗？没有啊，之前还有朋友想拖虎去参加那什么 V 的什么、啊，反正那个咱全部都是 V 出来摆摊的，感觉很危险。我说虎才不要了，要被认出来怎么办？但认出来哦，可能也不能怎么样吧，毕竟声音就是那样啊。正常不是说打死不承认吗？可是你觉得打死不承认会打消他的疑虑吗？不是，就是打死他，然后不承认是你做的，叫做打死不承认。没有啦。哦，原来你的打死不承认是这个解释啊，胡懂了。没有啦，我想想，消除疑虑，看有人比胡更暴力哦。我觉得消除疑虑是不可能的，就是他至少可以让他一直不确定他有没有猜错，我觉得只能做到这样。对，确实。然后如果他什么乱拍照，或是乱讲，或是乱发布一些，呕到挂掉。对啊，就是打死啊，呕到挂掉。就如果他乱拍照，然后乱发还是怎样的话，我们就可能就要用那个什么法治的铁拳处理一下。你那是法治吗？你那是非法吧？就先用法治嘛，法治解决不了的话，就再看咯。对，那的确是一个方法，我没有想过哎，因为胡自己觉得胡的声音可能
应该也是不太出来，声音太多人的声音跟混响，辨别度没有那么高。哦，我以为是为此就是平常日常生活都要用夹子音讲话，不会，这样就认不出来了，就会说你是谁。其实平常也很少在跟人讲话，都打字比较多。哦，对啊，在工作上的话，大部分都是打字，所以整个环境都只有敲键盘的声音。那好像还好。嗯，反正出去买个东西，应该也不太有机会被认出来吧？应该不会吧？但是你如果是应该不会去一些同人展、CWT 之类的，就不好说了。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平常在日常生活，你遇到有熟悉 VTuber 圈的人的几率就没那么高。但是如果你跑去什么，尤其是什么 VTuber only 的那种场次，你就是增加了那个，就是会看到。对，没错，就可以自己取舍啦。如果你对打死人的技术很有自信的话，就可能就没关系。说就像你这样嘛，我没有啊，我哪有啊？我不我承认。是第一次听到有这种解释啊！不错，你可以参考，说不定可以拿去用哦。下次就可以竞标了，就是大家就是竞标，或者是抽一个观众被打死。我靠，抽个观众被打死，哇！太狠这要了。付多少钱才可以享受这样高级的服务呢？对啊，你要出多少？你要出多少？好耶，我们就开心的聊着，应该有开心吧？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就聊到12点了。这应该会是你就是转盘转最少的一次吗？哦，不会耶，因为其实啊，大家还有更少的。对，每个人的那个聊天的，就是风格都不太一样。有一些人就是跟我聊起来，就是会想到什么就是把话题延伸到比较远的地方，就也有转更少的，也是有。你保险出多少？这保险没有给付吧？应该没有吧？应该这怎么应该是给付？没有都死了，要怎么给付？对啊，就是受益人就也不是你本人。对啊，我就觉得保险这东西很奇怪，你都死了，然后保险人又不是自己，保这干嘛？有些人就是希望自己在人不在的时候，家人还有钱可以用吧。比较利那让他我想到一个主义啊非常黑暗的东西，哦，就是那个不引进安乐死跟的那个章，就是有些人为了领那个保险钱，然后就把自己的家人吊死在医院啊，不管怎么样，就要让他维持呼吸，然后就有保险的钱可以领。确实也是有这种的。所以真的才有人说，引进安乐死会断了非常非常多人的财路。这个感觉是个蛮深的议题，甚至可以是独立做一个那个主题杂谈。对啊，提供给你参考。好，那我们时间好像就也差不多。那想问最后，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宣传的事呢？宣传，最近在玩那个什么《丝绸之歌》，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看。好，这个等下不是蛮恐怖游自虐戏，对，会吗？那你技术很好哦。目前玩起来倒还行，不过很奇怪的是，虎爵 BOSS 很简单，小怪很难打。我觉得小怪确实很难打，但是 BOSS 好没事，那就是我技术不好。经过明末的摧残之后，好像对，好像他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好，那
大家都在刷哭哭的表情，要知道明末改版前有多，多可怕了。好，那我自己，我想一下，我要宣传什么？那我宣传一下那个礼拜天来突发好了啦，因为有人送我恐怖游戏，所以我也是无可奈何。那个叫做，它好像 The Cabin Factory， 就是恐怖小木屋工厂。我好像没看过别人玩，但是好像蛮恐怖的。我没有听过哎。那你有兴趣的话，我再把相关资讯传给你。好啊，好，那我就在这边跟大家说拜拜喽。感谢胡启明今天来陪我聊聊一些随机的话题。那大家如果有喜欢胡主播的话，就是从我的标题有标他，直接点进去就可以到他的频道了，好不好？欢迎大家来看恐怖游戏。如果果你想要没事被骂个2句的话，也欢迎来。有这种日常破防，有啊，他们就很喜欢被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想也是，应该很多人有这个爱好。喜欢破防、喜欢被骂的，欢迎来。好，我就帮到这了，你们就去找他吧。不是，胡就说你去密那个永远不会回你的女生，还不如来胡的台，胡还会跟你讲话，会骂你。他至少会骂你哦，比不会回有趣多了。是的。如果喜欢这类型的谈话节目，也可以去订阅我们陈主播，也是点标题就可以过去了。谢谢。相信他未来有更多不同的主题，欢迎大家去看。感谢。好。那我这边就进片尾啦，那就大家晚安啦。晚安。大家晚安。那我们要降落的朋友们，我们就降落去找吉彩天会好了。他刚好也在骂人，你们有喜欢骂倒的，可以去给游戏精灵骂一下哦。